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真高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17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新北地检署侦办罢免连署署涉嫌伪造文书这个案，有针对6个国民党部的干部党工申请羁押。严格查案法院是裁定这6个人拢交保，只是不能够爱限制出境、出海，加限制大的所在。真有收到交保的消息，陆续提现金出现，准备办理交保。新北地检署侦办罢免令兄立委邱玲连署案，昨透早先押6人，暗时9点半，新北地院包含沙田部区党部执行长罗大虎，加国民党棒球区党部主任谢庆仁等6人，分别是3万到20万的金额交保，有限制出境、出海，也有限制住机。我觉得被冤枉吗？报名11点外，被告陆续离开法院，坐车离开。面对媒体提问，无去做说明。不过罢免证据不来这一件，罢免民进党立委李坤城的带头人宋建良被约谈，拿出装扮甲手势引起争议。原本讲宋建良是靠说民进党恶极独裁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中常会也解嘴。纳粹的独裁是全民所唾弃的，世界大家所不容许的。共产的独裁也是我们坚决反对的。另外，这交保的国民党青年军成员赖喜仁，昨出现伫罢免立委吴思瑶连署活动，吹打绿色的电火布无去做回应，因为最近罢免立委团体因为牵涉假造连署，连续遭到检调搜查约谈，引起办拿无办理的质疑。大规模发动搜索甚至声押的，全部都集中在中国国民党身上。这是为什么社会上面会产生这么强烈质疑？司法办案的核心是证据，而不是政治。现在难道连斗臭司法也蓝白合了吗？我们侦办这些犯罪绝无立场，绝无任何的期待和考量，有证据就办。法务部强调，希望连署行为牵涉伪造文书甲违反告诉法市民重检举，甲中选会提供相关资料了后，检方才立案侦办，目的是要维护罢免的清气空间，落实民主法治。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罢免的带头人宋建良出现伫新北应讯的时，新北检方应讯的时，伊是规身躯纳粹的装扮，引起议论。毋但安尼，即马嘛引起德国在台协会以色列驻台办事处拢有发表声明表示谴责。学者是认为讲，纳粹伫欧洲国家代表负面的意义，因为有历史的伤痛。台湾人可能无了解，所以黑白用，也毋过准讲是挑故意的，就真不应该。罢免代表人宋建良出现伫咧新北地检署，应讯的时阵，伊穿纳粹的衫，引起众人的批评。嘛，后德国在台协会甲以色列驻台办事处拢发声明，表达上强烈的谴责。The use of these Nazi symbols represent hate, racism, and extreme violence. I strongly condemn and I deeply regret, and I'm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use of these Nazi symbols. 其实，英国伫台湾嘛有几啊件纳粹符号争议的事件，亲像有民间团体真接压纳粹的旗仔，伫台北欧洲学校的门口口抗议，也是社群平台顶悬伫非学校官方无刻名的白种页，内底嘛捌出现用符号斗起来纳粹的标志。2016年，新北市共和国中校园活动，有学生穿纳粹的军衫，抓纳粹的旗仔，还佫用纸棒做一只战车市场，引起议论。2013年，有人穿纳粹的军衫参加反同志的游行。2011年，有3个学生穿纳粹的军衫参加国防部跳蚤的战斗营。2006年，有大学生的组织宣传纳粹的主义。有学者认为讲，纳粹伫欧洲国家是代表负面的意义，也佫有历史的创伤。咱国民众可能因为无够理解，无适宜使用。不过，若是调侃的，都有影真无妥当。它其实是一个政治的动作，非常明显的挑衅的行为。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谴责的是这一个部分。我们不经意的，或是非常频率相当高的去表示它的话，
那给人一个印象说，我们是不是国人有相当部分的国人是支持纳粹主义思想，那对我们的国家形象也是很大的伤害。学者指出，使用纳粹的旗仔在德国是违法的，而且真侪国家嘛禁止。相关的行为若是无谨慎来处理，可能会影响咱台湾伫国际的形象。外交部嘛呼吁民众，唔通无迄个意思，搁去伤害到其他国家人民的情感，应该展现对无共文化、宗教甲族群的同理心。记者综合报道。咱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大部分拢是好天到侪云的天气，只有伫东半部、恒春半岛，也有过到了后一寡山区，可能会有短暂阵雨。咱来看云图。今仔日是各地同款是烧热的天气，西半部整体来讲高温有29度至32度，也若中南部挖近山区的所在温度会更较悬淡薄啊。东半部是27度至28度，也毋过早暗是低温有17度至20度，早暗也是感觉较凉，日时暗时温差较大。来关心总统赖清德伫去年的10月表示，飞核家园毋是民进党的意识形态。行政院嘛表达讲，对新的核能技术未排除。昨昏环境部长彭启明参加活动的时，就访问到相关的问题。伊是表示，伫总统府内底讨论的时，有人是认为，徛伫国家安全的角度爱保留核能。也毋过伊嘛解释讲，这毋是伊或者是官方的立场。民进党反核能的立场是毋是开始伫松动啊？去年总统赖清德伫头一摆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表明，飞核家园毋是民进党的意识形态。这月行政院长杜英泰也对着新的核能技术表示无排除。早起出席活动的环境部长彭启明被问到讲，为着国家甲人员的安全，是毋是应该保留核能呢？从这个国家安全或是能源安全的角度来看的话，的确是有人提出这个一个想法。那其实我们以行政团队的立场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开放讨论来讨论这件事情。保留核能是官方立场吗？并没有。彭启明强调，环境部毋是核能甲能源主管的机关，也毋过行政团队讨论过核电厂演役爱付出真悬的成本，也若新核能小型模组化核反应器 SMR 的技术也未成熟，核能是减碳的选项之一，也毋过必须要有社会共识。环保团队是认为讲，伫新核能顶面，台湾毋通做白鸟鼠，因为这核电厂演役安全甲成本也佫毋知影。老旧核电厂演役，你必须要花出也是很高昂的成本去维修它，然后你还要评估它在新的安全标准上能不能合格，你要把它加强到符合到我们现在所谓的最新的安全标准，都是一大笔钱。不过学者是同意讲，若是对国家安全的角度，尤其是这个燃料存量来看，核能是上符合国家能源的安全要求。煤炭只有36天呐，天然气只有7到11天呐，这时间都很短。如果考虑核能的话，核燃料它的安全存量通常是1年半到3年。不过，要培育这个核能人才，是同意拥有核能，也个反核能，甲政府即阵大家拢有共识。支持核能的学者认为讲，爱有人才才法度来进行研究，甲趁接未来新核能的科技。反核团队是认为讲，核电厂度役是20-30年，有核工的人才才法度确保度役既定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该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台南地方法院伫昨昏头届开庭审理台盐力量供电弊案，昨昏开准备庭，前董事长陈启玉进前有承认犯罪，也毋过昨昏伊是佫解嘴讲无。伊讲伊口座内底迄条4980万的钱是向风飞公司借的，当时伊是为着交保才承认犯罪，也毋过尾啊嘛是互收押，因为伊讲伊无做，事实嘛毋是检方指控的安尼，所以伊否认犯罪，被争取公平的审判机会。来看《中国时报》，那样因为涉嫌伪造罢免的连书书，东部红搜索。不管党主席朱立伦的声音嘛已经出现，这是国民党前彰化县长杜片权，伊昨昏就表示，人民痛苦，国民党就爱检讨。伊嘛宣布伊要参选国民党主席，伊要来带头。伊嘛讲，伊无要选举呀，所以伊出头毋是为着个人。因为伊昨昏嘛有开记者会，伊嘛讲，伫开记者会之前，伊有通知台中市长卢秀燕。来看《自由时报》，公平会伫昨昏宣布，台东到琉球的东流线
有8间业者伫2023年的时同齐起价，这是严重影响市场的功能，所以公平会冻发这业者总共1100万。继续关心，北京第昨昏宣布，因为中国采取关税报复的行动，所以这阵阁要针对中国的商品进口关税阁有关，阁要抬起哩，上悬要扣245%关税。中国外交部是呼吁美国要停止这款施压暴力性的行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马来西亚访问的时，伊嘛发出，伊讲伊要推动全球南方共同发展，要来对抗美国南山欧北扣关税的行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东南亚访问行程第2站到马来西亚16分别起，最高元首伊普拉辛加首相安华。习近平发声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共同发展，呼吁用开放、包容、团结合作，抵制脱钩断链，商议高墙也个难扣关税，共同抵御地缘政治和阵营对抗暗流。突破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逆流，保护好亚洲家园的美好发展前景。美中关税战争渐渐升级，美国白宫伫台湾时间16日上新声明指出，面对中国关税报复行动，会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为145%，相关提悬到245%。佮表示，这么球伫中国手头，面对关税协商，应该由中国主动向美国协商。They need our money. So the president, again, has made it quite clear that he's open to a deal with China, but China needs to make a deal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华尔街日报分析，川普政府计划利用关税谈判向美国贸易优化施压，要求因限制甲中国的贸易来往，逼这国家伫经济孤立中国，来换取美国政府取消对因施加的贸易甲关税壁垒。川普政府认为，这种方式影响着北京伫未来美中谈判时阵的条件。中国外交部昨日强调，这场关税战争是美方发起，中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关税战、贸易战没有赢家，中方不愿打。但也不怕打。如果美方真的想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就应该停止极限施压那一套。中国15号下令中国航空公司暂停接收美国的波音飞机，也停止向美国企业采购政府飞行机相关设备甲零件。波音公司估计安尼落波超过2%。美国也将限制回答甲超肥的出口晶片到中国，和这两间公司的估计连续2次淡薄。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昨日在演讲当中警告，川普最近推动的关税政策可能推升通膨，拖累经济成长。和联准会伫维持高利率来稳定物价，或者是降低利率来刺激成长甲就业的相同政策目标之间面临艰难的选择。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继续关心，外国媒体即马有报讲，美国即马大声考虑要和英国、澳洲、日本、南韩甲印度这5个国家成桥，要来谈判关税。咱台湾是无伫头一批名单内底，不过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咱已经有派人去美国噶，而且嘛已经有一寡进展啊。美国关税政策造成全球市场的不安，川普宣布暂缓关税90日，咱国积极甲美国交涉。不过，根据外国媒体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透露，优先考虑英国、澳洲、日本、南韩甲印度5国作为首要关税谈判目标，台湾并不列入。我们已经正式展开台美之间有关关税的谈判，啊，那这个不管就谈的这个项目，还有涉及内容，都已经有一些进度，会在针对他们这个特别关心的部分，再能够提供更多的资料。美国关税政策引起全球市场的不安，交通部昨日去立法院进行专题报告，表示目前海运甲空运影响，拢因为关税渐渐恢复，不过伫90日合并期内，东南亚可能产生转单效应。为了争取汇款来台中转到美国，港务公司已经要求家人甲高雄自然会场投入准设甲后线场地资源，搁加强调整奖励条件。一个可能是会塞港。突然很大量的从台湾的港口进出，对，尤其东南亚，它可能要避开其他关税等等部分嘛。比较少的时候，没有人要来的时候，我们当然就要鼓励嘛，就要奖励，希望鼓励嘛。好，那如果多的时候，我们就希望港务公司先把空间先空出来，
好，把我们的盘点可以出来的土地先空出来。交通部表示，国际海空气分自由化程度悬，国际业者为了避开高风险地区，也是顺应产业链牵线，会依据市场的变化，机动灵活调整航线帮助。民航局甲航港局会审慎因应全球需求变化，来协助业者机动调整全球航线帮布局，甲增加营运的弹性。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即马美国嘛要针对中国寄过金额较细的包裹，要扣90%的重税。因若根据咱台湾进口报关的资料，2014年对中国寄来台湾的计销较低包裹，就有3337万件。安尼呢，恐惊敢有可能台湾成做中国生产地所在，影响到咱台湾。即马财政部已经表示，针对包裹免税的条件，咱有可能要缩限。为外国寄来包裹到位，消费者真欢喜甲拆开。不过，所来恐惊无法度像安尼买真济。根据目前的规定，台湾消费者甲外国电商平台买物件，2000块以下的，或者是顶半年、下半年，拢有6届免税的额度。不过，即马关税战的风波搁咧拖，财政部考虑要提悬标准。有没有可能差别待遇化？其他的国家没有这种低价倾销的情况，有低价倾销的，中国就把它降为1000。或者其他国家有低价倾销，我们要把它降为1000，有没有可能？是，委员这个方向我们也会纳入一起考虑。为了阻挡中国的商品压价计销硬销入来台湾，甚至生产地，冲击台湾的产业。16财政委员会有立委建议讲，金额无大的包裹免税条件都要缩限。财政部答应会纳入计划。会有影响吧？因为这样的话就让大家的话买的东西就变得比较少嘛。可能有限吧，毕竟还是会有需要，毕竟大陆东西真的蛮便宜的。根据进口报单的资料，2024年2000块以下的包裹，为中国进口入来台湾的，就占64.4%，为香港来的占20.7%，为澳门来的占3%，加起来拢总要到9成。故是为中国进口入来台湾属价的包裹，就有到3337万件。若是以一个人6届满额来计算，至少有556万人有使用。有一些卖家，他是以比较大宗的方式呢，把产品进来之后，再从台湾去做出货。那这一群消费者呢，他的数量其实是比较庞大的，是否能够有效的去做一些控管，这个其实是有限的。另外，立委嘛要求讲，亲像淘宝等外国的电商平台，都要加强查缉。经济部回应讲，淘宝伫去年31日活动，捌有广告甲业务登记有问题，已经有裁罚嘛要求限期改善。若无上当会当废止许可，甲要求撤资。针对这点，台湾淘宝嘛回应讲，台湾分公司是标准分类731项规范之下，部分品牌推广业务，并无做淘宝甲天鸟平台电商业务的营运。记者综合报道。前文化部长梁永台进前有伫国际媒体《纽约时报》顶悬发表文章，伊讲面对中国的威胁，有真侪台湾的少年家是选择投降。若针对这个论点，有学者是投诉到另外一个国际杂志外交官来背回，表示讲梁永台这个论点，伊是引用社群平台底卡网络顶悬无科学调查基础的数字，这款论点是无科学基础的，会互国际社会对咱台湾产生误会。学者嘛提出国内外有谨慎社会调查、科学调查的统计，讲准讲发生台海战争，尚无有5成以上的台湾人是愿意站出来保护国家。作家梁永台嘛是台湾的前文化部长，4月初在《纽约时报》捌发表文章，标题是台湾的时间无多啊，用社群平台伫卡面顶非正式的民意调查，讲面对台海战争，台湾多数的少年家选择投降。但是有学者认为，用无正确的统计来做论点的基础，恐惊会互国际对台湾造成误会。学者郭文钦和潘欣欣就伫网络杂志外交家用实际研究数据，证明多数的调查结果上无有超过5成的人是愿意站出来捍卫台湾反抗中国的威胁。从今年3月的一个调查内底，阮家去种题目，阮有做一个创新啦，就是阮去讲吼，阮去问一般的民众讲，若准讲中国攻打台湾，你敢愿意不计代价去保护台湾？若准讲看阮的资料，你会发现讲可能今年的资料的支持程度可能较低，不过这是因为讲阮伫题目做一种调整，所以整体来讲，第一。就是讲，咱台湾的民众其实大部分至少5成到7成，有当时8成，拢愿意来迄种保卫台湾。
学者提国内外研究指出，国际性的世界价值观调查在1998年至2012年的统计，发现有84%至86%台湾人愿意徛出来捍卫国家，甚至中间以今年3月美国肖像调查上新的数字，有63%台湾人愿意无顾一切代价抵抗中国入侵。学者表示，无同的学术调查拢得到相像的结果，所以因才会投诉希望国际对台湾有正确的了解。真侪对台湾的了解是为媒体来，所以若是媒体是讲一个错误的，互外国误解的代志，安尼对台湾是无好的，所以伊是这是咱台湾的学者甲媒体的责任，就是讲拄着错误的这个我袂讲的代志，就爱有咱的立场。学者认为，台湾的少年家愿意站出来保护国家，主要的原因可能和台湾主体性的教育，也有对民主自由价值观的认同有关系。因认为，透过谨慎的科学数据，才通互国际对台湾有正确的认识。嘛，希望透过这个调查结果，互台湾人对家己有信心。记者卢尚珠、郑准友台北报道。传出有中国间谍藏伫国军内底，国防部长顾立雄即嘛表示，未来会修订陆海空军刑法。另外，立委嘛表示，嘛会修法针对现役也是退伍的军人，总共违反国家安全相关的法律，就会无退休金。总统赖清德嘛只是讲，伫国安法也未完备进前，民进党内的党工职、党工总共有要去中国，拢爱先报备。国军强调案件联合逼出来，国军士林宪兵队负责抓强谍，先未到家己内部，才野出有强谍。海军危害野区遥官兵加做强谍，甚至伫野区内底人偶升旗，效忠中共。立委邓多啊批评部队是乱气。治安局在搞什么？我10年来支持你们，这个案子一个直接接一个，层出不穷。我们自己当过兵知道，你在营区拿5星旗挥舞，部队有没有烂掉？针对中共的渗透，国防部政治局分析，中共过去利用地下钱庄吸收国军，这几年增加是恶毒帮派、恐怖组织。国防部要阻止中共渗透，要修法加严陆海空军刑法，那就有部分立委也打算修订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针对现役退役的军士官，若触犯内乱或犯罪，顶国安法律会停止或就是无要发退休金。这样阻止官兵加速强谍。行政院版正在讨论当中，那么原则上来讲，应该是在判决第一审判决之后，会做部分的这个部分。就我了解修法方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加强保防意识，而且要加强敌我的意识，这个是我们赞成的。对于意图并吞台湾的集权政权而言，守护台湾的民进党，自然成为其积极渗透的对象，而不是和中国同声同调的政党。海军计划要进前野出有中国身份证，国防部展开全面清查。顾立雄表示，有62人有中国居住证，无身份证护照。这人服役期间未分发到政府收集、资讯通信、航空飞行、舰艇加研发单位，也被担任新式武器操作人员。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新加坡的总统已经宣布要解散国会，要启动2025年国会选举，日子是定伫5月初3。这嘛是新加坡的总理黄顺才伫去年接落来总理大位了后，头届要带领新加坡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来参与全国性的选战。有分析就认为讲，得票率外悬，卖正做黄顺才支持度的指标。面对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风暴，和全球的经济车破冰，虽然川普只对新加坡扣上加10%的基本关税，不过作为全球重要转运中心，高度外靠贸易的新加坡也带了单，将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下修到可能是0。这场风暴拄到总理黄顺才对总统桑达曼的建议，已经伫15宣布解散国会，搁将新的大选投票日定伫5月初3。这种考验以经济为专长的黄顺才，伊的领导能力。What the U.S. is doing now is not reform. It is rejecting the very system it created. If the tariffs were truly reciprocal, and if they were meant to target only those with trade
surpluses, then the tariff for Singapore should be zero. But still, we are being subjected to the 10% tariff. 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在2024年执政20年卸任了后，交接予迄当时是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黄顺财，除了选出第一任总理李光耀所开启的家族王朝结束，52岁黄顺财所来担任新加坡独立国党的唯一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最高领导职位秘书长。这摆是伊接任了后头一摆领军投入全国大选，所以真受注意。新加坡的执行党甲在野党继续伫街路甲选民互动拜票。根据专家分析，人民行动党伫即摆选举会当讲会当有期，也是会保持住1965年独立以来的同款优势。不过执政党得票率的悬低，也互认为是选民对黄顺财支持度的指标。为选民的结果来看，今年的选民人数比2020年增加超过10万人，选区也重新划分，为31个增加到33个，国会机关席次是为93个增加到97个。另外，也有政治学者认为，新加坡前一世代甲二世代的选民，更较希望国会有会当相信的反对势力。不过，在经济的无稳定状况之下，也有选民偏向避险，这点就对现任的执政党有利。公视新闻新罗培编译。美国总统川普伫昨昏时宣布，要甲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上关要有关到245%。伫中国广州有一间做游戏机台出口的业者，伊就表示，即马伊有2成美国的订单已经互对方先冻点，即马伊要开始先找找别国的市场。去经济广州的爱石头龙恒工厂伫生业的黄绿红熟水当中工作差不多150个员工，继续组装制造大型游戏机台。天3D 地堡包装以内处理龙，另外一区是验红的配线卡针，因为工作是专门散布欢乐，客户全球拢有，为别大大小小订单为5万到50万美金。结果将这机台设置进驻5路场，国务中心以内游戏区顶。不过，由于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关税政策一直向顶悬扣了后，伊个国事业就开始是真艰苦。All of them are thinking in this way. President Trump is playing like kids. Maybe today they put such a high tariff. Maybe tomorrow he will cancel. 希望川普改变想法，或者是讲给一寡好的想法，是甲员工苦中作乐的方式。大家伫讲生理的时阵，拢是乐观期待。另外一个是一个影响方式，就是去找美国以外客户。原本张品的订单有1/5销去美国，不过川普宣布对中国输去美国进口产品加扣关税145%的时阵，伊的美国客户就来通知先暂停出货。My strategy is to focus on U.S. market, now move to maybe focus on other market, Mexico, Canada, or South America. 即马川普完全无要收缩，将中国商品进口关税上悬提悬到245%。张品计划伫广东南部各找一个所在起工厂，对川普捌提出的去美国设厂零关税。不过，伊无相信美国制造的效率会变得伊伫中国的运作。公视新闻黄文玲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加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美国《时代》杂志今仔日公布2025年100大上有影响力的人物名单，超比董事长也是执行长的苏姿丰有上榜，那台艺导演朱浩伟嘛伫内底。另外，面册母公司 Meta 执行长祖克伯、美国总统川普、副总统范斯、甲英国首相施凯尔、墨西哥的总统宣鲍姆、科技公司的头家马斯克，因拢伫100大上有影响力的名单内。来看路透社是报讲，美国纽约一个退休的警官，或者麦马洪，伊被指控互中国吸收去，去监视一个住伫纽泽西的人。中国政府是指控讲，住伫纽泽西的这个人有贪污，所以爱伊去监控、去监视。那麦马洪是互美国抓到啊，今仔日被判刑，抓去关，爱关1年半。来看越南的警方最近冒抓到一个大规模生产假牛奶粉的案件，有将近600种的牛奶粉牛奶的含量不足。这款假牛奶粉伫市面上已经卖4年。通恒伫顶个月有发生替人做过来的服务员人工过数。
咧苦毒红婴仔的代志。有议员即马是积极讲，市府每也敢若罚伊6000块是伤过价，甚至即个服务员即马搁伫网络顶悬咧因头路。即马桃园市政府是对外表示，6000块是针对即个服务人员无执照的部分罚钱，若伊苦毒囡仔即件代志等待调查。就早上我就揍你了。为监视器的画面，会当看到即个甲人做柜台服务员，也就是柜嫂啊，当伫照顾红婴仔。过程当中，几啊届甲害来害去，甚至甲拍尻川、甲扇喙皮等等不同的举动。这个代志发生伫桃园青埔，有家长指控讲，即个姓詹的柜嫂啊，涉嫌不当对待红婴仔，动手的过程拢互录起来。囡仔送病院了后嘛，诊断出头壳有掉伤。我是看到他赏他一个耳光，因为我们那个摄影机有24小时可以回放，所以我就往回放大概1个小时内的状况，我就看到他就是不断的摔他，然后就是打他，跟就是一直折他。有关婴儿遭伤害案件，本所依规定受理，并依全责通报相关单位，讯后依伤害及儿权法函送地检署侦办。原底是透过柜嫂的平台来找到这个姓詹的柜嫂啊。原底就是伊经验真丰富，想袂到几啊届甲红婴仔起骹动手。这个红婴仔的家长甲信息抛去咧网络顶，嘛有其他的家长出面指控讲，这个柜嫂啊，这种行为已经毋是头一届啊，怀疑并毋是单一的个案。3月多发生的，那3月20几号开罚了，那用这样子这么严重的事情，才罚了他6000块。然后这一名詹姓的月嫂到现在还在网络 po 文。未来批评讲，这个案件敢若罚6000块，而且涉案的柜嫂啊，还佫伫网络顶继续刊广告。桃园市府指出，目前敢若先针对这个柜嫂啊，并无摕到机加式托育服务人员的牌来裁罚，也若涉及不当对待的部分，要咧调查。按算5月初9会邀请专家召开裁罚评估会议，讨论感受违反《儿少法》的情形。将于近期邀请专家学者召开裁罚评估会议，讨论是否有违反儿少法情事，如有违反，依法最低罚以6万元，最高60万元罚款，并得公布其姓名。妇幼局强调讲，卫所啊主要是负责照顾生囝了后的负责人，并不是照顾红婴仔。若是要照顾红婴仔，就要按规定向县市政府申请执业登记。嘛提醒家长，若是有托育的需求，应该爱看感受合格登记证书。另外，桃园市有6间居家托育服务中心，会当提供咨询甲协助每合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ยิ่南南部有一间出名的连锁烘肉店，在高雄分店遮，有人去食煞了后是骨头骨老。高雄市政府表示，接到病院的通报了后，已经派人去查，发现这间餐厅洗菜色的所在，还佫有碗台壁面拢有生菇的情形，嘛已经采检8项可疑的食材送验，已经要求业者爱停业，嘛爱先改善。平常门口常看到排队人的探索玛丽高美店16伫门口打广告无营业，店内倒啊椅啊设备拢互包起来，亲像要准备大清销。原来这间分店亲像发生食物中毒事件。因为它是属于高价单位的餐厅啊，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感觉是食物中毒的状况，会觉得让消费者没有信心再想去那一间再做使用。5月42日，甲家人到这间店庆生，过长工包括20来，10个人都有8个人吐骨流。5月甚至就医2摆，也有台南的民众反映，家庭伫食饭了后闹20几摆。另外一名干小姐控诉，迄日伊甲几个朋友食饭了后，大家拢陆续出现吐闹的症状。13号接14号的凌晨开始，有人就出现上吐下泻的情形，这样子。我跟另外一个朋友是有去挂急诊，然后急诊医生就是急性肠胃炎，疑似食物中毒。民众将经验分享伫社群，不少网友讲，有人讲规日吐骨流，也有人讲同齐去的5个人全走白。到16红搭点进前，市府将有18个人食饭了后出现胃肠道症状，稽查探听了后发现，西菜市区鲜花台壁面生菇垃圾店管理所室，连续接获2家医院通报，各有2人于4月12日自该餐厅用餐后出现腹泻、呕吐、腹痛、
恶心、发烧等肠胃症状。业者发声明会时咧，除了进行高标准清消，也强调会配合调查甲负责到底，支付保证采检督工，就以民众检体。另外，将青菜沙拉、使用冰格等8项科技食材，甲环境检体送检，结果还未出来，验过业者若爱改善的部分，到时阵无改，会当以食品卫生管理法采罚相关能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因伫高雄是有车主因为轿车车牌互偷摕去碰见啊，毋过呢，这车主要刹车驶出门，伊就伫车牌顶悬打一张纸，这张纸顶头写讲伊的车牌互偷摕去，请大家甲同情，伊已经报警察啦，就安尼甲车驶出去。警方即马表示，轿车驶出门无挂牌，已经违规，会互开罚单。民众骑奥多摆，甲一台车相闪身，伊感觉奇怪，甲斟酌看，这台车的车牌哪会是一张纸咧？顶悬阁写讲伊的车牌互偷摕去，已经通报，请大家同情。民众将这画面放去网络敲死车主，讲不如挂假牌。毋过无论是用纸带，也是挂假牌，警方表示，只要无挂正常的车牌，就驶就车路，拢是违法。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2条规定，处罚汽车所有人3600以上至10800元以下罚款。虽然有民众讲，车主若是有揸车牌就贼偷的报案证明单，万不至和警察查落来，可能会当通用。不过这毋是正办，警方表示，车主报案了后，要先去监理所申请临时牌照甲行照，这台车才会当驶就路。若是无临时牌照，就干会当请人拖车去监理所验车，订领新牌。规定是讲吼，你若无牌的话来路，就是爱请临时牌，还是以别台车去甲拖来按做验车的动作啦。当然，警方有以举发的一个裁决伊的举发的基准啦。牌照税一天41块，燃料税好像22块、21块，然后保险一定要开，行照跟2块临时牌是基本消费350啊。所以3天安尼加起来，若以1.8来算安尼，大概爱3天600-700块爱吧，差不多。监理所强调，民众若是有车牌着贼偷拍无去等等的问题，也是爱先申请临时牌照，才使去监理所验车订领牌。千万唔通亲像这位车主，无牌照驶上路，可能阁加收一张红单。记者柯家族赵勇高雄采访报道。之前伫桃园的考处港有发现海猪靠山死亡，中华鲸豚协会尾也讲，即只海猪的颔管和头壳拢有掉青，可能是因为安尼才造成伊死去。伊伫甲即只靠大伫桃园海岸的初期海猪啊，水保持伊身80度，希望要一摆开时啊，伊会使活落来。可惜是因为受伤影响伊找食，原本就真瘦虚弱，伊后山过程中不幸死去。解剖的时阵，经由即个电脑断层，海洋海猪协会人员发现讲，伊即个颔本抑个头壳拢掉一青。第一颗子弹是下巴那一颗啦，下巴是第一个找到的，它直接掉出来。那第二颗是有摸到奇怪的东西，然后用电脑断层扫描才发现那个比较早的子弹。下巴那一颗是病理解剖报告很明确的写是1-2周内发生的事情。海洋海猪协会推判，其中一摆庆伤是伫台湾海峡发生的。研判这庆伤严重损害伊的受水控制，抑个找食能力，才造成伊靠打死亡。协会讲，每年大约160只的海洋海猪靠打死亡，大约8成，其中大约6成烂甲伤严重，其他4成才发到做病理切片。调查靠打原因，这摆是协会头一摆发现死因是互清断死的。已经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那当然在动物福利上，它真的就是一个虐待，让动物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就算当下不是因为这样子一枪毙命的死亡，它是搁浅，可是其实就是已经造成很严重的伤害。尤其是要听讲有用气枪射这个海洋海猪，一摆互人用枪拍死的，这海猪也唔知开枪的人为安怎样来做。严格协会调查，海洋海猪靠打的死亡原因，2成到3成是渔业活动，也若超过1/4的死亡，甲人类海上活动有关系，显示人为的海上活动对海洋海猪的生存是有一定威胁。今年也改做成这个教育标本，希望呼吁更加多人来重视保育。记者综合报道。
根据统计，目前咱台湾的石虎敢若剩300只至600只尔。林保署有分析台中和平区一带红外线的翕相机，发现讲其实伫去年11月份的时，这台翕相机有翕到2只石虎，这是装相机6年来头届去翕到，而且伫翕相机内底阁有看到其他17种野生动物。林保署即马是认为讲，这是代表大家去附近的保育已经有真好的成果。石虎的活动范围多数伫前山地区。今年3月伫云林有记录到31条石虎出现伫哪来甲高坑的行踪。最近林保署伫分析台中和平区苏科巴社区的红外线翕相机成功的时，发现去年11月有翕到2只石虎的行踪。这是自从采翕相机6年来头一届翕到的影像。林保署指出，这届石虎出现伫大甲溪水头的苏科巴社区，有可能是族群扩散。推论虽然大甲溪现在这个斯科巴不是在就是以往有记录过，但是它看起来是扩散出来，所以表示说，石虎其实它一直在收，它会到处走嘛，那它在扩散的时候，它也会找寻适合的，所以这里未来也是一个潜在的它可以建立族群的地方。这样，石虎是一级保育类动物，主要分布在海拔1000公尺以下的浅山。台湾石虎保育协会表示，大甲溪水头海拔1050公尺的苏科巴社区，若连接大甲溪水尾栖地的东势、新社含国幽林班地等等的浅山栖地生态网，嘛是串联苗栗南投2大石虎栖地的重要区域。协会嘛指出，台中平地开发程度悬，浅山区各有布产建规制等等，石虎若栖地较碰脆，也会农药含龙洞鸟狗等等的威胁，呼吁林保署含地方政府的重视。比如讲，对农民就较补助，还是鼓励。农民会当讲莫去用药啊，猫仔甲狗仔的部分，其实民众的迄个观念其实介重要。恁若阵大的所在，就是伫咧深山的所在，出去都溪都是有山，你的狗仔甲猫仔放出去，伊去山内做啥物代志，你也毋知影。林保署指出，这届影像也发现漳水麻含台湾叶片蜜宝等等17种野生动物，这嘛显示社区部落含农友协作推动友善石虎栖地保育工作已经有初步的成果。记者卢昌珠、郑俊佑台北报道。嘛，将有成果的，这是当年3、4月啊，荒野保护协会嘛去台东伫本的南地去调查鹈鸫含黄莺在保育类鸟仔的状况。今年是2018年调查以来发现上侪鹈鸫一届，不过黄莺就无啥侪，嘛无增加。有教授是表示，因为黄莺会互民众偷掠去饲，目前全台湾应该剩无500只。当年3月到6月是鹈鸫的探景期，伫台东底本的南地会当看到颔管蓝色港的鹈鸫真水真大班咧啼。荒野保护协会自2018年开始，当年拢会去到底本的南地进行调查，发现今年的鹈鸫是调查以来数量上侪一档。港有206只，所以是有史以来上侪。这鹈鸫伊伫迄落人农地啊，种迄落水果的，伊这环境伊嘛拢就爱吼，所以阮就会看到迄伫迄落水果园含这红叶这中间吼，因伫遐飞来飞去。协会表示，这届除了鹈鸫，也有调查到花蜜啊、黄莺、种类真多元。协会也特别强调，黄莺外形真水真古锥，叫声也真好听。自2022年调查，数量拢无啥成长。针对黄莺的保育状况，台大森林系教授表示，台湾西半部都市化开发了后，黄莺的数量就减少真侪。因拢讲伫南部像咧高雄、屏东迄个所在，四界拢是。问题就是讲，即种黄莺吼，伊爱伫迄落较烧热的所在，平地树仔足悬的，边仔上好有草坡，像即种的所在是伊上爱的。所以即摆阮若去东南亚吼，其实即黄莺足侪，因为因即款的状况吼，即款的迄落所在都足侪。问题就是阮台湾吼，尤其是西部，开发较严重啦，所以迄种大树啊，大部分拢错了去啊。学者表示，伫150当前，台湾各地拢真接看到黄莺，目前全台已无到500只。除了开发影响因的生态，也因为外形水，过去真接有人偷掠转去饲。学者呼吁，不管是黄莺、鹈鸫或者是花蜜啊，拢是台湾珍贵需要保育的鸟仔。希望透过提悬保育意识，减少这款愈来愈罕见的物种。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
昨昏是旧历3月19，伫台南拜太阳神君的风俗是真侪人会穿9滴16样的糕仔饼来拜拜。台南市文化协会就透过导览活动，互民众了解这项在地文化。下面粉糯糯的滴入去府城特有的制品猪甲样的印模，做成饼皮也是方片糕来卖。旧历3月19这天是太阳神君的圣诞，侪人会提早注文糕仔饼做制品。即阵民众食习惯是改变，所以多数饼店平常时较无专门咧做这，敢若伫即礼拜才有咧做。低数高低16样这项文化渐渐失去。台南市文化协会为了推广保存，办导览巡礼，带民众去庙市行搭、听导览、看文化。台湾的就是保护的文化这样子，那就特别想要特别来看这样。所以想说很好奇，我又是住在高雄，在台南的一些很传统的一些信仰文化方面，以前都完全不晓得。4天就开始要准备要做，那这个又是手工类型的话，它是绿豆糕做的，还有咸糕啊。还有一个叫凤片糕。台南市民俗资产高低16样对清朝传口单，糕饼印模有特殊意涵。对这张图来看，倒边是猪仔，正边是羊，摆做伙是一字名。文书工作者讲，旧的音我旧，那底参明朝皇帝姓共音，那16样拄好是明朝16任的皇帝。就因为清代时阵袂使公开祭拜明朝的人物，后来就相传用太阳神君的圣诞来怀念明朝过往的皇帝。高低16样。是高价低，就是旧姓朱的，姓朱的，姓朱的16代君王，按明太祖到明肃宗，拢总16代的皇帝，所以咧，以这个概念来讲这个这个祭祀的重要性。文书工作者讲，其实早前有人嘛会摕米香来拜太阳神君，也是用青米、米糕等米制品来祈求五穀丰收。因讲这文化若无好好传落去，未来少年人可能会失去参这份历史的连结。因讲未来继续用行托活动，让大家更加了解这片土地。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555剧团是伫2000年成立的。本地呢，这个剧团因拢是用华语来表演，也毋过这3年因去参加文化部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开始用全台语来表演。对于台语讲甲较无认同的团员来讲，是一大挑战。也毋过因嘛有请台语顾问来教因教台语，佮写台文剧本。即马3年落来，因的团员台语讲甲真认同，嘛将有台语开。这鸟鼠白头名拄煞吊车马咧。演员用认同的台语伫咧台顶扮演儿童剧，这是2000年所成立的555剧团。原先这个团员是连一句台语拢袂晓讲，3年前参加文化部推动的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开始用全台语来做演出。这个转换的过程对团员来讲是真大的挑战。阮内底有一个演员足古锥的，伊是连平常时台语嘛拢真无熟悉，反正伊感觉讲即个困难的程度，甲越南文是同款的。演的时阵就足紧张，会足紧张的，然后会讲甲袂认同，然后很容易讲错话。金乌走离离，万物着安心。哈哈哈哈，透动啦！老师念一句，团员对咧念一句，这是为着要互完全袂晓讲台语的团员会晓讲台语，会当伫咧台顶做演出。毋那哪听哪学，为着要互华语剧本有台语开口，老师嘛甲所有的华语剧本翻做台文字，并且配合无共所在口口来发音。这3档就是头一年伫咧宜兰因办迄个好片赛，时阵算是头一摆合作，大家拢是小可无惯势，就是爱讲台语，而且迄阵就特别专工替这个宜兰场去设计这个宜兰腔，对大家来讲拢足无惯势。毋过第2档、第3档到今年，就是大家拢真熟手，看台文剧本，结果到现场，因就开始家己会使念出来，家己咧练习嘛。剧团讲，原先的华语戏剧排练的时间只要2改，改做台语版本得留长到8改，等于是加4倍时间。因讲这个过程虽然辛苦，毋过嘛渐渐甲武器捡回来，讲台语讲出来兴趣。剧团打算今年会伫咧云林和彰化做8场的台语演出，希望用团员本身学台语的例，鼓励更较侪人来讲台语，来学武
呼吸。记者戴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健康看下来关心，咱台湾每12个长者老大人内底，就有一个人有可能得到失智症，其中阿兹海默症直接看到，因为爱做短暂扫描，拢爱开7万块。不过即马呢，台北荣总和南韩的汉阳大学合作，发现验血卖当找出阿兹海默症的高风险族群，量早发现就当量早治疗，而且准确率有93%。面对镜头，在阮直直讲，今年85岁对新生是阿兹海默症的朋友，去年到韩国旅游，意外找无路，和家属烦恼可能是失智的前兆，安排到台北荣总就医，因为量早诊断、量早治疗，对新生的症状出现好起来。有没有人告诉你说你常常讲话都重复？有。他还这么讲，我自己不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觉得我很健康啊。台北荣总表示，台湾每12位长者都有一个人可能有失智症，阿兹海默症是上常看的失智症，病因主要是甲大脑的类淀粉卵白出现异常累积有关系。过去需要透过 PET 镜子短暂扫描，诊断费用达到7万，见效真贵。不过台北荣总甲南韩的汉阳大学合作研究发现，只要透过抽几cc的血验血就当找出阿兹海默症的高风险群，早期诊断准确率达到93%。觉得有家族史的人，或者是你真的觉得你的记忆力不太好的人，才需要去抽7万到1万的话，我们觉得是1/7的价钱。研究分析270位亚洲受试验者，韩国170名，台湾100名，包括有健康者、轻度认知障碍甲失智症患者。研究发现，血液中外磷酸化套尔卵白，甲大脑类淀粉卵白定节有高度相关性。刚才的那个比例，我们刚才看到93%，我相信他未来应该可以取代他的正确诊断。这项研究结果和阿兹海默症早期诊断有重大突破。部长连表示，未来只有重度风险个案才建议优先做 PET 扫描，也毋望未来抽血会当提悬体检普及率作为第一线的检查工具。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另外，台大病院是完成全世界头一个无欠血时间的心脏移植手术。手术的过程，心脏会当专程继续送血，会当继续跳，袂停去。安尼会当减少心脏功能的损害，卖当提悬手术的成功率。开刀了后，病人的复原嘛较紧。BBH 分享家己的复健过程。49岁的苏小姐，11年前因为心肌病变有心衰竭的镜头，上严重的是连坐力、体力拢真无爽快，常常住院。不过去年8月，伊顺利接受全世界头一个无欠血时间心脏移植手术。台大病院团队透过创新的技术，让心脏离开人体到完成移植这个过程，心脏会当继续跳。即马苏小姐已经顺利恢复正常生活。离开加护病房的1个礼拜，我就可以很正常的走路30分钟，不用停。然后到现在，我可以一口气爬上4楼的楼梯，然后不用中途不用停。传统的心脏移植手术，把心脏对管的人身躯内摕出来了后，心脏会暂时停气袂跳，时间也愈拖愈长，对心脏损害可能就愈严重，也影响接受心脏的病人手术了后较无好恢复。不过上新的无欠血时间心脏移植，因为持续灌流血药送索来降低移植过程对心脏的损害。那我们是全程从摘取心脏的时候，我们就给心脏持续的灌流，一直到我们移植完成，这个整个过程都是有持续的心脏灌流，维持心脏的跳动，所以它是等于全程的零缺血时间，它也没有再灌流的时间，所以它就没有缺血再灌流的心脏伤害。通看到咧进行无欠血时间的心脏移植，需要侪医疗人员确保心脏有持续咧跳。因自1990年到当已经累计完成700多例传统心脏移植，目前已经用上新的技术连续完成2例，也确定技术的安全性是有够的。台大病院表示，目前是限制伫院内执行，未来因会持续优化器官维护系统，以会当下病院送器官完成移植为目标，提升全台湾心脏移植的成功率。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再去看世界，咱来去北欧，北欧的多洛
逐年的春天的时，拢会向北边来潜水。瑞典的电视台已经是连续7年，加至20天潜水过程全程直播。虽讲潜水过程时间是老长，节奏嘛是慢慢啊，也毋过呢，就是有一阵市中的民众真兴看。体型真大只的德洛，当年4、5月会向北方潜水，慢慢收到瑞典北部的汪格曼河对岸，绕过树林甲边缘，去热天的生团地。瑞典电视台连续第7年推出德洛大潜水24点钟直播节目。今年因为暖化关系，直播时间提早1礼拜为15钟头，有计继续20日。为将期待真久，准备好鱼啊、咖啡、脆食面、拍算专程参与。Forget it. I don't sleep. 瑞典电视台伫前哨路线沿途有2万瓦公尺的电缆，沿途装33台远端甲夜视摄影机，也有无人机，导致15人远端制作这场潜水的实况。虽然节奏非常慢，却真受到欢迎，去年就吸引900万人收看。这种慢电视风潮起源于2009年，因为公共电视台播出7点钟的火车之旅，这条路了后带动各种慢电视节目的事件。专家相信，就是这种无参照的平凡甲真实，伫日渐吵闹的时代真出众。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关心天气，来看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是3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是28度。外岛19度至28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几只呢？恁爱像我安尼啦，恁爱去卖啦。啊，吹气春菜，吹气的春菜。我来遮就是爱体验伊的心。对啦。这个敢若拢安尼淡落落是安怎？你猫伤济。伤济。5月17开始，拜六暗时8点，行斗阵出国去，就伫公视台语台。听讲马祖人的元宵盖老底，四乡五岛，大家庄头拢有家己的白板，北间光鸡拜年，小马娘有特色，点燃爆了，人情之间的感